南投德山的李希国小参加到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区的选拔比赛，摕到一块金牌、一块铜牌。这个好成绩，更加予学生对未来充满信心。 学生啊认真小解家己的作品，德山镇李希国小并创意和拼设，在2005 IUYI 世界青少年发明展览内底，摕到一块金牌和一块铜牌好成绩。得到金牌的作品叫做《树洞》，这个作品是小朋友从他观察，然后关怀他身边一些只会讲闽南语的老人，用一个 AI 的技术。 那就可以让老人可以对着这个树洞来抒发他的心情。李国小已经是连续7年参加 IUYI 发明展览，摕过真侪奖牌，马铜牌进入世界比赛。非常感谢呢，我们学校有这个荣幸，让小朋友的专题呢得到肯定。 未来卖继续推动科技教育和创新思维，培养学生伫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